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，唔可以冇腰骨。人大咗先發現係真㗎。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，隨時出現脊椎問題，例如寒背、駝背、脊柱側彎等各類痛症，手尾可以好長。逢星期日上晝10點，從身體健康時段內，我程海欣同自然醫學博士 Dr. Yan 為你講解脊骨健康，back up 你健康。back up 你健康，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。國際脊柱側彎聯盟 back up 你健康。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。從頭到腳，從內到外，從中醫到西醫，從養生到美顏，從身體健康。主持程海欣。10點半鐘嘅新聞同埋天氣之後，我哋繼續星期日早上嘅從身體健康直播室咧，由程海欣程主播喺我面前呢，就有位專家喺度，佢係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 Dr. Yan。Hello Dr. Yan， 早晨啊！早晨啊，程主播，大家好。係啦，咁啊 Dr. Yan 嚟到呢，當然同我哋會講下關於脊嘅健康啦。咁我知道我哋新城財經台嘅聽眾朋友啦，同我一樣啦，大家都一齊成長啊！好快脆啊，已經係邁向呢個25週年啊！我哋新城財經台，咁即係話呢，如果有啲聽眾朋友當你係40歲開始聽我哋嘅台呢，今日呢都要去到65歲啦。換句說話講呢，即係好多已經踏入咗呢個退休嘅年紀啦。有啲人呢就話，我哋一定要退而不休，同埋喺退休之前呢，要好好地計劃咗自己退休之後嘅生活。你有冇發現呢？身邊好多人呢，平時都冇乜病痛嘅，但係退休之後呢，就突然間呢，好似呢度又唔舒服，嗰度又唔舒服。我哋點樣令到個身體能夠保持一個最佳嘅狀態，好好過自己嘅退休生活呢？咁當然喺健康呢個範疇呢，大家就要努力啦，落多啲苦功。咁當然有啲朋友就話：哇，我呢度即係好多啲脊啊方面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呢，都好妨礙到自己嘅生活。其中有一樣嘢呢，我諗啲年紀大啊，或者啲退休嘅朋友成日都遇到嘅，都係嗰啲痛症嘅問題啦，包括咗可能係膝頭哥痛啊，或者係腰痛啊咁。咁如果你都有呢一方面嘅困擾呢，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呢，就要先揾出究竟你呢個痛症嘅原因係嚟自啲乜嘢。哦，原來你嘅身體嘅重量太犀利，咁令到你啲膝頭哥啊、啲關節已經勞損啊，有啲痛嘅情況，咁你都要減肥啦、做運動啦、鍛鍊好啲肌肉啦。咁但係另外一方面，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將成個骨架擺翻正先，因為經過咁多年啦，好似頭先咁講，你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啦，副架用咗咁耐啦，多多少少有啲歪斜啊，或者甚至乎呢有一啲椎間盤呢突出嘅情況出現呢。咁你話啊，齋靠做運動呢，未必能夠處理到呢個痛症方面嘅問題嘅，一定要擺翻好咗，然之後再做保養啊嘛。咁所以喺星期日嘅早上呢，講到點樣保養我哋嘅脊啦，或者遇到呢啲唔同嘅問題，究竟點樣去處理呢？我哋就有 Dr. Yan 喺度，佢呢就好專門啦。係針對我哋成條 spine 啊，我哋條脊咧，去到做一個全新嘅一個骨骼檢查，先揾出你邊個部分出現咗問題，然之後咧做一啲骨骼重建工程嘅。咁所以咧，提翻啲聽眾朋友，今個早上咧，大家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吓，因為我哋年紀大嘅時候咧，肌肉嘅流失啦，或者我哋好多時咧都會因為太多嘅勞損啦，令到條脊咧出現咗，已經係同我哋嘅生理弧度咧有一個好大嘅分別。咁所以一定要調整翻先。咁首先第一樣嘢咧，就要做一個全新嘅骨骼嘅檢查啦。況且咧，我哋而家唔係講緊一般嘅骨骼檢查啊，敲下呢度啊，撳下嗰度，我哋係用電腦，用一個 AI 智能嘅系統，做一個 3D 全新嘅檢查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呢個係一個免費嘅檢查。今個早上我哋都有10個名額，只係得10個名額，已經報過名或者係檢查過嘅朋友呢，麻煩你讓個機會俾其他朋友啦。但係如果你係從來都未做過呢個骨骼檢查呢，歡迎大家呢可以即刻打1834104 1834104，同我哋嘅同事登記咗先。咁啊 Dr. Yan 嘅同事呢，稍後會聯絡大家預約一個時間，因為好多時呢，我哋
如果真係出現痛症咧，其實都係遲啊，因為已經有問題啦嘛，砸到啲神經線啊嘛。但係我哋最好嘅方法咧就係預防。咁去到阿 Dr. Yan 嘅地方，同你做一個 AI 智能嘅全身嘅骨骼檢查之後，如果真係出現咗一啲唔同嘅問題咧，阿 Dr. Yan 會俾好多意見你啦，同埋佢同事咧就會即場教大家點樣去做一啲鞏固嘅工程吓，令到你個問題唔好再惡化。尤其是好多時可能我哋出現之前都有講過啦，寒背啊，又或者係啲高低膊啊、長短腳啊，有啲朋友有腰痛啊、膝頭痛咧，其實都同個脊咧係息息相關㗎。嗱，記得啦，1834104，1834104。Dr. Yan，事不宜遲，我諗有啲聽眾朋友可能係新嘅聽眾朋友，咩 3D 全身骨骼檢查，同大家介紹下先。哦，好啊，咁呢個係一個最高科技嘅一個人工智能嘅電腦掃描檢測嚟嘅。咁我哋需要做嘅嘢呢，就係企喺個儀器上面啦。咁個過程係完全冇入侵性，亦都冇輻射嘅。咁然後呢個儀器呢就會自己會轉嘅，會掃過我哋360度轉動。係啦，360度去好立體咁樣掃描我哋成個人嘅人體。係啦，咁個精確度呢都好準嘅，因為唔會受自己任何嘅姿勢影響噶嘛。咁我哋得出嚟嘅數據，除咗係我哋嘅外表，譬如我哋嘅膊頭，我哋手手腳腳，可能左邊膊頭有幾長，右邊個膊頭有幾闊，然後我哋個人，譬如個頭部啊、條脊椎啊，有冇偏離重心啊？如果偏離中心幾多啊？其實都會有翻個數據。除此以外，我哋仲有個骨骼透視圖啊，好似平時照 X 光咁樣嘅咧，佢骨骼透視圖就可以清楚睇到，哦，原來自己有高低膊嘅問題，點樣高低？然後自己每一條嘅脊骨頸椎7節，胸椎12節，腰椎5節，加埋盤骨嗰度，到底有冇錯位呢？有冇盤骨？有冇高低呢？有冇旋扭呢？或者偏差咗幾多呢？係啦，有冇長短腳呢？呢啲全部係有個精密嘅數據，大家可以360度咁睇出嚟。嗱，X 光就係平面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哋做完呢一個人工智能檢測之後呢，我哋喺個好大個熒光幕嗰度會睇到自己嘅立體模型。你可以攞佢轉，除咗睇到自己嘅外表，嗱，因為好多時駝背、寒背或者脊柱側彎患者，冇人睇到自己嘅背脊嘅，冇人知道自己情況係點嘅。但係喺個人工智能嘅電腦掃描入邊可以睇得好清楚。係，我知道呢個檢查咧，其實如果喺坊間做咧，都一啲都唔簡單嘅吓，都係一個相當貴嘅一個成本嚟嘅。咁但係今朝早咧，即係為咗我哋嘅聽眾朋友嘅健康啦，Dr. Yan 咧就會送出10個名額啊。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從來都未做過一個 3D 吓，用一個 AI 嘅智能系統，全身嘅一個360度去掃描你嘅脊嘅一個檢查嘅話咧，記得啦，嗱嗱聲咧就打1834104 1834104嚟登記。喂，我想問下 Dr. Yan， 咁好多聽眾朋友啦，就喺我哋節目入邊，即係之前啦預約咗，咁講下俾我哋聽先。佢哋上到去咧，應該係好 amazing，或者睇到自己嗰個 3D 圖嘅時候，有咩反應啊？即係會好意料之外，原來我有咁彎嘅咩？即係出現咗咁多問題嘅，係咪呢啲咁樣嘅情況比較多咧？其實近全部嘅患者都同我哋講好震撼啊！係好震撼，見到自己人個透視圖原來係咁嘅，原來個透視圖唔係一個立體，唔係一個平面，仲係一個立體，可以360度轉，見到自己個脊柱骨後面睇係點，前面睇係點，側邊睇係點，咁樣係啊，原來係咁噶，咁但係佢又認得係自己嚟嘅，係啊，因為佢會覺得同自己好似嘅個狀態，係啊，咁所以個數據亦都好精密啦，所以接近全部患者都同我哋講，比佢哋想象中係更加好啊！咁你見到我哋譬如新城財經台嘅聽眾朋友啦，咁我相信有一部分當然都有唔同地方嘅一啲痛症問題出現咗，所以想做下檢查啦。咁應該都有一啲咧係以為自己冇事嘅，即係平時冇咩痛症，但係一睇嗰個透視圖出嚟咧，哇！乜原來呢個地方彎咗咁多，嗰個生理弧度已經係偏差咗咁多啦。有冇呢啲情況呢？有啊，佢哋會知道嘅嘢會多好多，更加全面。就會話難怪經常頸
頸膊痛、腰酸背痛啦。原來個生理弧度係又出現咗偏差喎。係最多係啲咩嘅問題咧？即係邊一個地方出現問題最多咧？就係我啱啱講嘅腰酸背痛、頸頸膊痛。可能起床嘅時候都已經會覺得條腰會痛啊，腰背會痛啊，然後做嘢做得耐又會頸緊膊痛，比較嚴重啲係會令到自己會有頭痛嘅問題，甚至乎頭暈嘅問題。好啊，咁我哋先提翻啲聽眾朋友先。如果大家呢有興趣登記呢個 3D 嘅全身骨骼檢查，今朝早呢我哋有10個名額嘅，1834104，1834104。咁另外呢亦都可以直接呢 WhatsApp 俾阿 Dr. Yan 都得嘅，55415334，55415334。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登記呢個 3D。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下，1834104或者係55415334。從身體健康，主持程海欣。從身體健康，主持程海欣。繼續今日嘅從身體健康，除咗程海欣，仲有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 Dr. Yan 吓。咁啊 Dr. Yan 呢就係創會嘅會長啦，本身亦都係加拿大嘅自然醫學博士，自己呢就研發咗一套叫做骨骼重建工程啊，就係幫啲聽眾朋友，如果遇到一啲身體唔同地方嘅脊呢出現問題呢，都會用到呢一個手法呢，幫大家去做一個治療嘅。咁啊，今日早上呢，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登記一個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下。咁想登記嘅話呢，記得啦，電話號碼就係1834104，1834104 ，WhatsApp 呢就係55415334，55415334。頭先都同阿 Dr. Yan 講，即係我哋今朝早想講下啲即係退咗休之後啊 ，suppose 呢就係好舒服嘅退休生活啦。咁但係偏偏呢個時間呢就好似唔退休猶自可喎。好多朋友都話一退咗休呢，唔係呢度痛嗰度痛，唔係呢度唔舒服就嗰度唔舒服。點解呢？翻工嘅時候冇事嘅，係退休先出現嘅咧。Dr. Yan 係啊，因為好多時我哋見到啲患者呢，原來本身有脊柱側彎，佢哋自己都唔知。咁講一講，輕輕講講咩叫脊柱側彎先。脊柱側彎呢，咁即係呢，喺後面睇嘅時候呢，咁個背脊。又或者條腰，又或者兩樣並存，會有一邊咧會高起身，另外一邊會係扁咗落去嘅，塌咗落去嘅。咁多數咧背脊嗰邊，譬如右邊拱起，咁左邊就會塌咗落去啦。然後條腰咧就會左邊拱起，右邊塌咗落去。咁呢個成個減歪咗。冇錯啊，冇錯啊。咁試想像就好似喺一張斜嘅台面上面擺波子。咁嗰粒波子就會滾向一邊，但係長期係咁樣呢，某幾節之間呢，嗰幾塊嗰個叫椎間盤啊，好似軟組織啫喱狀嘅軟墊呢，就會有一邊係長期受壓，有一邊就會鬆動。咁年月累積受壓多嗰邊呢，就會好容易呢，就會突咗出嚟。嗰個就叫做椎間盤突出，個組織突咗出嚟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有脊椎側彎嘅朋友咧，當年月累積到咗某個年紀，例如退休之後咧，咁神經受壓嘅情況，呢種風險咧，的而且確係會高啲㗎。咁點解脊柱側彎呢同呢個椎間盤突出會有關係嘅咧？就因為個結構上歪歪斜斜，咁人嘅每節骨之間都會有椎間盤去隔住每節骨，令到我哋係身體有個柔軟度，例如可以彎低身綁鞋帶啊，執地下啲嘢啊。咁但係如果個脊柱根本個生理弧度唔啱，學你話齋個架歪晒嘅話，個脊柱骨係歪歪斜斜嘅話，咁個椎間盤就唔係一個平衡嘅位置咯，左右兩邊就會係唔一樣，就好似我啱啱所講，係會有一邊係會壓得多啲咁。係，咁可唔可以調翻轉講，就即係如果有椎間盤突出嘅人就一定會有脊柱側彎，還是椎間盤突出又有可能有另外一啲原因呢？有機會係另外一啲原因，但係就肯定係椎間盤突出嗰節骨係錯位㗎啦。咁佢錯位有機會係側彎啦，有機會係例如腰椎外突前後啊，前後啦，係啦，因為腰椎應該係凹入去嘅個生理弧度，但係如果突咗出嚟，例如腰椎冇咗個弧度啊，平咗啊，好似直線咁啊，又甚至乎突出嚟啊，咁一啲錯位嘅骨骼咧就會導致到椎間盤突出。咁即係話椎間盤突出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咯。係冇錯，而脊柱側彎係其中一個會令
令到佢惡化嘅主因。咁我哋有啲乜嘢可以預防呢一個椎間盤突出嘅咧？好啊，脊柱側彎就係一啲結構上高嘅嘢，咁你要搞掂個脊柱側彎，咁先至可以搞得掂嗰個椎間盤突出嘅問題啦。係絕對係啦。咁其他咧仲有啲咩原因㗎？其他嘅原因就係啱啱所講嘅骨骼錯位啦。但係有乜方法去預防咧？俾大家3個生活小貼士點樣可以同我哋嘅腰骨係聰明協作啦？咁當然第一樣嘢，程主播講得啱嘅，即係柱側彎嘅問題要根治要處理嘅。咁首先就需要透過一個檢查啦，同埋一個對症下藥嘅一個療程啦。咁大家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咧？第一要善用一個叫做移動扶手啊。移動扶手 ，OK， 大家聽住咯。咩叫移動扶手咧？即係咩嚟嘅咧？例如去街市啊、晨運啊，我哋咧可以主動用一啲手拉車或者買餸車，好過自己拎得好重，令到自己個人係歪歪斜斜。唔好覺得麻煩啦，因為除咗佢可以幫我哋減輕個負重之外咧，佢哋亦都係我哋步行嘅伙伴嚟嘅。有時行路咧係輕拉住，可以有個承托，亦都可以有效借壓力啊，嗬。係啊，幫下平衡。冇錯，係啊，可以減少個腰椎嘅壓力啦，令你可以行得更遠更自在啦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tips 俾一啲即係老友記啦，尤其是啲老友記喺退休之後咁諗住即係冇咩做啦，周圍去玩啊，去 shopping 啊，購物啊，或者湊孫啊嗰啲咧，就忘記咗自己嘅身體啊個脊能夠承擔嘅一個壓力啊，可能抱孫啊，係啊，幫啲孫孭書包啊，咁而家書包嘅種類好多，我見到啲公公婆婆好叻噶啦，用嗰啲拉咧，係啊，就唔好話即係下下都要幫佢拎住或者孭啊，冇錯，咁都可以令到個脊咧係健康啲嘅。要 set 住自己身體。仲有啲咩 tips 添咧？坐姿嗰度要記住要有承托。咁例如咧，無論喺屋企睇電視啊，或者去出邊飲茶啊，大家要養成一個習慣。咁就係咧個 pat pat 咧坐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靠背嘅，一定要挨到最後嘅。咁喺屋企嘅時候可以加個細細地嘅 cushion 啦、腰墊啦，又或者一個捲起嘅毛巾，幾好噶呢個捲起嘅毛巾，攞個毛巾捲到咧好似蛋卷咁樣，咁然後咧墊喺自己嘅臀部，坐少少上去，咁個人好自然就會坐直㗎啦，係啊，咁呢樣要記得個腰背同埋個臀部嗰度要有承托，咁就可以維持一個腰椎嘅適當嘅弧度啦，減輕個椎間盤嘅負擔。係啦，第3樣嘢就朝頭早大家起身唔好心急啊，因為呢段時間天氣都比較寒冷啦。咁喺床上面要有個預熱嘅，醒咗之後咧坐一坐先，係啦，先瞓喺度，然後咧輕輕力將2個膝頭哥向左向右，慢慢好緩慢咁搖動10幾下，咁呢個溫和嘅動作咧，可以放鬆夜晚僵硬嘅腰背嘅肌肉同埋骨節，個關節係因為經過咗成晚之後咧，你可能你瞓咗喺床咧，都冇乜點喐動啊，緊晒噶啦。咁如果你一起身嘅時候個動作太快咧，可能就容易會拉傷嗬。冇錯。咁所以頭先阿 Doctor Yan 就提啲老友記咧，即係其實呢個唔係淨係針對腰添啊，其實好多啲血液循環啊各樣嘢咧，都係一個好慢啊、好靜止嘅狀態。咁如果你揈一聲起身，有時有啲朋友就暈一暈啊，又會跌親噶嘛。咁所以最好咧就係醒咗之後咧，定一定先喺張床輕輕咁樣。即係縮起嘅膝頭哥咁啊，向左向右咁，令嗰個腰咧好似有少少 warm up 做少少 exercise 先，會動下啲關節先咁樣，咁就起身就會覺得會舒服好多啦。係有咩實際嘅案例同我哋分享咧？今日有啊，有一位聽眾咧，佢係退休嘅教師，咁係何老師啦。咁佢教書嘅時候咧，需要長時間企，同埋經常咧需要伏案去改作業啊。咁令到條腰咧。早已經出現好多嘅側彎問題吓，同埋勞損。咁退休之後咧，佢最中意咧就係去公園行下、晨運同埋旅行。咁但係近大半年咧，佢發現右腳啦，由腰照到小腿外側，去到腳眼嘅位置，總係行一陣就覺得好痹痛，覺得好辛苦，要去涼亭坐低。
咁佢一直以為係老年退化啦，冇得搞噶啦。咁但係後尾因為佢太太聽完我哋嘅節目，堅持陪佢過嚟檢查，咁評估發現呢，何老師嘅情況呢，正正就係脊柱側彎，再加上佢腰椎第四、第五節呢，係向後方突出啊，壓住咗右腳嘅神經線。咁我哋幫佢做咗調整之後啦，經過骨骼重建工程嘅療程之後啦，我哋再教識佢點樣聰明咁樣去平時點樣用啲馬桶車啊等等啊，去作為一啲步行嘅輔助，點樣去調整坐姿，同埋我哋教咗佢幾組簡單嘅核心嘅穩定動作，教埋佢自己翻去做下啲核心嘅動作。係啦，咁而家呢，佢行動自如啦，終於無痛啊，亦都唔使做手術，咁可以好悠然自得咁樣去旅行啦，然後仲發送佢嘅旅行相片俾我哋睇，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咁啊最希望啲聽眾朋友喺退休之後，正所謂展開人生嘅下半場呢，可以即係樣樣都做到自己想做嘅嘢，中意去旅行嘅就旅行，中意湊孫嘅就湊孫，又或者中意咧學下，即係好多時啲退咗休嘅朋友就呢度學下第二樣嘢學下社交舞啊，學下書法啊，想做乜嘢都得得心應手，咁但係都要有健康嘅身體啦，同埋你要行得無痛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噶嘛。咁所以有咩問題呢？千祈唔好咧諗住年紀大一定係咁，唔係噶，而家有好多方法咧，幫大家喺嗰個生活質素方面呢可以改善嘅，咁只要你行出呢一步就得噶啦。今朝早呢，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去登記，無論你有問題或者冇問題呢，都歡迎大家可以即刻打1834104，有10個名額登記俾大家做一個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，1834104 1834104 WhatsApp 呢就係55415334 55415334。從身體健康，主持程海欣。Backup 你健康，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。